非常高兴的今天来到你的家。我是要无说的大师伊俩来到你的家就是在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他是要跟着穆斯林的古兰经还是犹太的摩西的五经，我们就是要今天就是来研究这个话题，因为我们是要去听上帝呢，就是要去那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他是要创造这个天地如果您要寻找这个创造者，如果你想要得到拯救，我给你们已经教训了很多次我们就需要寻找那个真理，不要再欺骗自己。我们这是迷惑了已经很多。我在问你们好，我是要无说的大师姐姐伊俩，今天就是来到你的家今天就是第3课的教训，我们就是一起要听我们马上就要研究一下关于这亚伯拉罕的上帝的真理是在哪里可以要寻找，因为我们都想找有两个都要一起说关于这位亚伯拉罕，我们都要在摩西的五经都提到，在以前的在后面那古兰经这本书也提到，那就是想问这个问题，我们到底要听是哪个书所以我们必须要研究，这就是要我说的工作，他要被抓来的，就是为了这事。他以前已经出了，就是这位父亲也发的正道，就是我教你们要哪条路是正路因为有两个话都要提到亚伯拉罕的上帝，那我们就是要研究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是在哪。第一件事是哪本书是要说的真话，所以我们必须要看那个历史，都是按照那个历史，按照所发生的事情，按照那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在犹太的要说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是在公元的2000年的以前，这个就叫做摩西的五经，在这个犹太的书在公元的2000年以前的，还有摩西在后面又补过来了，这个已经很久，所以具体的时间我们不能说定了，因为有些书都是在说是公元的1900年以前的摩西的存在就在1300年的以前的，所以都是在一个古老那里，所以没有道理在说是比他们还早。就是说这个犹太的古老书卷，那这个就很明显了，那个最老的是有理，那就是不会有人说这个是假的，因为我们都已经看到那个第二课的教训，我给你们已经教过就是有人也不知道是他们凭什么有做这样的道理，就是父亲亚法与以色列隔绝的时候，不跟以色列的同在的时候，他们就趁着这个时刻就把这个名字要改了，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加入这位父亲要愤怒因为这位父亲亚法已经说过了，我的名不会有被泄露的，我的荣耀不会加给加上帝。以利亚来了就是为了这次为了证明的
这位父亲亚法，你不管你说什么，你不管你做什么，他就永不接受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凭这个就把要灭亡以色列的儿女。如果这个重复再来，那他必须要惩罚的。这个不是一种的惩罚，所以有些藐视他的都会要被灭亡的，因为他已经宣布说到，我的名字不能被亵渎的，我的荣耀不要归给假神。假如是他真名是亚亚法，你不可以改名字。那如果我们想知道他那个真名字是在哪里可以寻找，我们必须要研究犹太的书，一方修高这个名字，就像以利亚在你们这个地球代表他，就说要反跟着这位上帝以利亚所传播，就要从那个罪里面被救出来的，就成为完全的人。这是这位真上帝的目的，就是叫一个人要完全不再犯罪了。这就是他的目的，因为我们都已经知道他不定犯罪的祷告，这是一件事这就是有一个工作做了那个日子以外因为目标就是叫一个人不再犯罪，有变成了完全的人，就是他真的要完全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指责他。关于他的圣洁，他是圣洁的人，完全的人，因为这是亚伯拉罕的目标。因为为了这个原因，他就跟人与隔绝如果你想要与他同在，你就必须要成为完全的人。如果你看到完全的人，这个都已经有过了。在你们这个地球已经有人不再犯罪，就是你所亲眼看见的是第一的，要反跟所有的人都不再犯罪，这个是所有的人都看到这事，这个不是开玩笑，却把伟大的父亲的亚亚法的伟大的爱要显示出来，这个情况是很清楚了。我对你们想说的是什么？我们必须要经过这些情况，然后就教你们应该要做什么。如果我们要看下那个穆斯林的书，他就是在公元的600年的才有存在，因为他是在公元的600年才能存在，那他是太晚了。如果关于这个亚伯兰的有什么启示那我和你都要说一句话，就是原装是原装的。因为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所做的工作，就教人的完全了不再犯罪。因为真正父亲亚亚法要差遣最后的先知，他就说你们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按照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这边写的就是说你们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我们都要把这些都有一个一个都来，然后我们就知道那个真理。我们来念下在犹太的圣经上面，我不会把那个因为这个就是我教我们，我不会把那个新约的全书给你们看了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18章稍微等下
生命记你的神要亚法，你的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兴起的一位先知相误，你们要听从他。这个是在犹太的书卷，就在公元的1500年前，就是在你们的弟兄，在亚法的神亚法。要从你们的兄弟中间给你兴起的一位先知，因为这是犹太的法律就是为以色列的宗说。那圣经的有说是在你们的弟兄中间相互一样的，那说的就是在犹大人以色列的，因为在出埃及记，就是说你把这个法律颁布给以色列的，就是说在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要颁布给以色列的儿女。那这边说的就是要指的就是以色列的儿女，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就在旷野，在沙漠中，因为他们在里面都有心机，所以他们都是他们在兄弟在弟兄之间的，就是要上帝要兴起一位先知，这个就来率领他们，这就是那个法律。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3到第5节，摩西到神那里，亚法从神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下于以色列的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第5节，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遵守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说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边那个写的很清楚，因为他要颁布给以色列的，就在那个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这个就为以色列的宗说。那个兄弟就是以色列的兄弟啊。那申命记第18章第15节都是以色列的，其他的国家不能干涉，所以不可以说我说的就是我们的，那或者是那个，你不要说这样的，因为摩西的法律是条件是给以色列的遵守的，所以按照父亲亚法要听从的以色列的先知，这位父亲亚法的法律，如果不是以色列的，那就不行了。这个话是写得很清楚，为了这个我就跟你们讲过了，就是父亲亚法对以色列的有愤怒的说，与他们与以色列的隔绝的时候，那就趁着这个机会把这一切都改了，那令人的忧伤。有很多人都被迷惑了，所以我跟你们讲过，已经足够了，要打败你们的日子都已经到了，所以以利亚在最后要拯救你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有定我的时候还有时刻，因为这个都是爱，为了这个就将你们转过来，因为这个已经足够了。父亲亚法不会再给你们怜悯，你们要跟着，要不你们跟着以利亚。如果你们不要跟随，那你们就会得到惩罚，因为以色列的儿女也是有这样的，也就被惩罚，就叫成为上帝愤怒。那结果对以色列的就非常在乎，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认识他。为了这个，以利亚就要教训你们，这个就是爱。为了教你们转向到你们所创造你们，目的就是教你不再犯罪，是完全的人。那位最后的先知，因为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先知，最后的先知就是大教亚乌说，
这是以色列的最后的先知。这位最后的先知已经宣布一个人只能娶一个老婆，一个女的只能嫁一个男人。如果你的老婆有多余的，这个就反对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为这是以色列的最后的先知的。这一切我们都要研究，但是我慢慢的给你解释。那除了这个话就是什么来着？因为接着这个话就是有以色列的先知，如果先知不是以色列的，那不行。这个就写在摩西的书上，所以谁都有信摩西，信亚伯拉罕，因为摩西的上帝也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如果他们父子俩都求告耶和华，你不能反对，尤其是要跟随这位上帝，就要从罪里面被救出来，不再犯罪。在这个地球上有人就不再犯罪，那你凭什么要反对这个善事？如果你反对这个善事，那这个是奇怪。如果你想寻找善事的，所以你要想一想，因为以利亚来了，你就要想一想以利亚的历史，因为这位以利亚是他要做什么，所以我请大家要查考，因为他是叫人要转向到父亲亚法那里。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我现在要重复我以前的工作，那现在就叫全世界要转向到父亲亚法那里，你也在其中了。这位上帝他就不定犯罪的要求，如果你是犯罪呀，你是说脏话的、拖到这样淫乱的抽烟的，那你都会有下地呀。这个不是假的。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从不与犯罪的人同在，你不管有什么样的借口，这个是不会，你也不会有强迫他，就是说我有钱你必须要跟着我，你不会有强迫他，你要被强迫也跟着他最老的就是犹太的书与他同在，不再犯罪，这些条件都在，那真的证明就是耶和华，因为这个是能除掉人的罪孽，因为这是最老的犹太的书是地道结果不再犯罪，变成了完全的人，那你凭什么要反对？凭什么要抗拒你应该要想一想，你应该有被拯救所以耶利亚要对所有的人说，你要受到拯救吧，要去金山殿那里跟着父亲亚耶法。第二件事这位父亲亚耶法就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就是要通过你的子孙的要国民要得到祝福这个是第二件事因为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代，那国民就要得到祝福这个历史是发生在哪个书？必须要在犹太的书，因为这个是最老的书我们不会有查考在后面的书，所以我们要回到原状那里就在于从前那里，你也都看到这个是原状了，那你怎么要找不原状了？如果你这样的，你是要做了你是错了，你有最大之夸，也谁都拿不到好处所以我们要研究，要真正的拯救你。现在模糊都已经到了，我们都看到父亲亚耶法所说的话都应验了，在俄罗斯乌克兰那里的打仗，这个都已经说明
幕后已经到了，所以我们要想通吧，要想通了，要转过来到真理那里，因为时候已经不多了。按照创世纪我们一起查考22章第18节。创世纪22章是第18节，写的就是创世纪第22章第18节，那来吧。并且地上亡国的多，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边亡国多要得到祝福啊，这个就是要发生在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个亡国的得到这个祝福是在哪里啊？因为父亲上帝已经说过，他的后代要被掳去，要被虐待400年了。就是以色列的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啊。以实玛利就是夏甲生的，那以撒就是撒拉生的。因为这个都是按照那个摩西的五经，他有2个老婆他是个奴婢啊，他那个奴仆在上经就是说女仆，因为都是按照那个上经怎么说的，就是按照那个摩西的五经，一个是撒拉就是跟他这是上经所写的。按照那个圣经写的，就是这个后代被虐待，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要迁移到摩西。这位摩西他是上帝的先知，那摩西的后代就是从以撒，然后到雅各，或者是以色列。这个雅各或者是以色列要是了12个，在里面有利未，然后摩西亚伦在这个利未出来的，那就是这个摩西和亚伦要带出以色列的儿女从埃及要出来。那我们要念下犹太的书，在创世纪是第几章？第15章，我们一起念下。我们从第1节开始，我们通过这个，就是我们就看到那个以色列的儿女是被虐待。第一节，这是一话。亚法在异象中，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同伴，你的大大的上策呢。”就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上策，我地位严呢。他说什么？但是我们不对这个。亚法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居住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的400年的，并且他们说要服侍的那个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哪里出来？这个就是父亚法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要去要服侍要居住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这就是以色列的儿女，他要虐待在埃及要约400年了。根据这话，那这块地是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说的就现代以色列的在第18节，这个就叫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要发生的冲突。这个在那个到现在我们来创世纪第18章第15节，到当那亚巴对亚伯拉立了约，我以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直到伯拉的河之地，就是基尼人的、基色人的、加摩尼人、后人的、别利斯人的、利法因人的、亚摩利人、加纳人的、各家桑人的、耶布利斯人的之地。那这个就是上帝已经说了，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代，然后他们就被虐待400年了。那要应验了这个话，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因为摩西要带他们从埃及要出来，跟按照摩西的无尽的历史，父亲的亚耶法就被应验了，因为迦南地就是要输给以色列人的，摩西从这边出来。那么现在说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的，他要住在这个以色列的地，这个地就是属于他们，却这个都在发生冲突。为了应验，我把这个以色列人要打一块重的石头，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话都被应验了，因为全世界都被乱了，因为不会有在平安到现在要发生的冲突，这个不是现在的事，而是从前已经发生过，这个都是按照父亲耶和华所说的话，所以这个都是没有逃不到在父亲耶和华的话。但是在犹太的摩西的无尽被应验了。我们来看一下在撒迦利亚书，亚法论以色列的模式不长主点，因为要建立了地基造人的里面的指令的亚法，他是要造你里面的灵。我必须耶路撒冷卑微困难的时候，向四围的列国的民掌为灵的人混罪的背，就是你像喝醉一样的，这模式弄到有的，因为所以有以色列人也弄到有的。第3节，那日我必是耶路撒冷向聚集攻击的他的王民当做一块重的石头，凡聚集的必受重伤。这个对以色列的是非常危险了，因为父亲耶和华所说的，他从不开玩笑。所以以利亚来的就是为了测试，叫以色列人要转过来，因为他们已经不再认识这位上帝，现在上帝的名字都被别人改了，却对他们是没关系啊。所以父亲耶和华来自天上殿里，必须拆他的设置。那现在叫所有的人都转过来，不仅是以色列的，而是所有的人。你在看见我的时候是在集中了。那现在那个以色列的问题，在他的周围的列国，这个就是在那个地方那里都影响大的这个我们还有讲要说这个问题啊。所以我想跟你们说的就是，没有人难逃这位亚伯兰的上帝，因为他的话都被应验了。我现在要叫您他的名字，他叫亚耶法，这是证明这个名字能除掉人的罪孽。那我们就是
就是什么来着？就是摩西要带他们从埃及要出来，按照圣经，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关于这些话，就是我们就知道摩西是带他们出来。那些话，这些话都是要被应验了。他们从那个被虐待的地方又出来，就是那个虐待400年了。那这个就说明说的就是以色列的儿女。那要说到这个以色列的儿女，那这位上帝就跟着以色列的儿女要同在，因为这个祝福要来。在大的要得到这个祝福，就是他们的后裔呀。那虐待400年了，只有以色列人的，现在都没有被虐待，被虐待不是中国人的，不是日本人的，因为被虐待400年了，就是以色列人的。那我们念下这个道，按照那个圣经，我们先查考是在哪有这个经文。我们来念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4章第4章，出埃及记第4章第19到23节。我们要借着这个就能看到真的被虐待，在埃及被虐待，就是摩西来到现场，按照父亲的指令来带他们出来。亚法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不在埃及那里，因为他已经逃跑。”然后到米丁那里，你要回去埃及啊，因为寻索你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他的妻子和2个儿子，叫他们走上驴回埃及地去啊。摩西的手里拿这个神的杖，因为他拿这个杖就是借上帝要借着这个杖要行的神迹。在第21节，亚法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的启示行在法老面前。等我要是他的心刚硬了，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亚法这样说：以色列的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啊，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释放我信摩西啊，你就不能抗拒这个，要否则你就要不信摩西啊。这摩西和亚伯兰就求告一位上帝啊，你要不接受摩西，就不接受亚伯兰。那接着我们就看那个接着，根据出埃及记第5章出埃及记第5章第1到2节，我们一起念吧。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亚法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说节。”就是摩西要带他们在旷野。法老说：“亚法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亚法，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的人生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啊！早上点路程，指示亚法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呀，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狂攻呢？你们去当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到在这个地，以色列的人如今众多，你们
叫他们写下单子，就是他们就发生的矛盾，然后就是要行那些启示，就是在摩西的权利也跟法老的权利有矛盾，却他们赢不了摩西的权利，因为这位就是因为上帝要创造天地那这位上帝就是在差遣以利亚，就是这位在跟亚伯拉罕摩西在说话的，这差遣以利亚又叫人不再犯罪，跟随以利亚的人都已经完全了，因为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在跟着他，不爱着犯罪，但是接受他的话。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就不要向他开玩笑，所以拯救是一来到我们这边，魔会进到了，赶快要拯救自己吧，别再听别人的，你要关注真理，因为目的你不完全了就不给神事了，定上定哪里？因为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是圣洁，那里的家是属于他，因为他是个圣洁，那你是犯罪的人怎么能上去所以你都被别人迷惑，因为他是真的圣洁的上帝。如果你决定了要跟着他，必须要除掉罪孽，没有上帝能除掉人的罪，在这个你们的地球只有他能除掉你的罪。他现在来了，要拆他的仆人。话就是到这里，关于这个话题，那我们就是要研究下这个话是有没有应验了，就是以色列的是不是被虐待呀？就是他们从哪里出来的，说的带了很多财物因为这个是这位上帝所说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在创埃及记第12章。这个是在哪里？